買樓揾星圖，自然有着數。大家好，我係阿乜。神灣有神明庇佑嘅港灣。咁我哋今一期咧係嚟到咗中山嘅南部片區神灣呢一度啦。嗱，大家嚟講下，今日神灣呢一個地方一直係受爭議性最大，同埋我哋三鄉係一樣嘅，一直係飽受爭議嘅一個地方。有人話呢度係山卡啦。有人話呢度係非常清幽，適合退休度假；有人話呢度係一座死城。咁啊，唔知大家係點樣睇噶啦？但係今一期咧，我哋嚟到中山神灣最中心嘅一個位置，門口就有翻我哋嘅超市、酒店、酒樓、茶樓，以及翻我哋嘅中山市場，以及翻有翻我哋嘅超市同埋我哋一啲細型嘅商場。OK， 咁我哋回歸翻嚟到對面嘅呢一個樓盤，步行過嚟2分鐘嘅時間，呢一度賣緊幾多錢？130萬你就可以擁有翻2500尺嘅一個別墅嘅產品，係唔係大件夾抵食？咁我相信呢一個樓盤咧，喺我哋成個 channel 咧，亦都係見過有唔少次啦。咁啊，之前同大家拍攝嘅係要去到幾多錢？138萬咁上下。咁啊，依家係幾多咧？130萬你就可以上到車。咁啊，同時之間會匯贈翻大家5萬蚊嘅現金，作為翻一個置業補貼。130萬。2600尺係咩概念？為落你1平方米是幾多錢？不足於5000蚊1平方米，係咪？計術用嚟講係咁樣計嘅。而且整體上嗱，大家可以見得到依山傍水嘅狀態，佢呢一度咧係會靠住我哋嘅亞記生而去建設嘅整個小區。而三時代荔灣北岸呢一度總共係分10期去開發，其中包括早期時嘅我哋嘅住宅，包括現時仲會有翻我哋最新一啲公寓啦，以及翻我哋呢一個別墅嘅產品。整個小區係非常之龐大嘅，而別墅區呢一度咧係屬於翻獨立管理嘅一個區域。嗱，大家可以見得到，整體上我哋別墅區入邊嘅道路。亦都係較為清潔嘅。隔籬我哋呢啲車位啦，係咪？亦都係冇太多嘅垃圾，係嘛？咁啊，整體上呢啲花花草草，亦都係平時有人固定喺度清理翻嘅。咁啊，呢一個地方，如果依家俾你選擇2600尺嘅單位，130萬你可以入手得到。嗱，講句唔好聽嘅，你平時招呼啲親戚朋友，你會更加之有 level， 係嘛？更加有 face， 係嘛 ？OK， 咁我哋依家就話不多說。如果大家仲想了解咁多嘅灣區着數，記得要 follow 翻我哋嘅 channel。大家撳個 like， 我哋依家即時去片。OK， 咁我哋依家咧係正式上嚟到呢一個198平方米上疊嘅一個單位入邊去啦。咁啊，呢一度咧亦都係目前賣緊第精裝修嘅別墅，有精裝修有毛坯可以俾到大家去選擇下。咁啊，今一期嘅影片啦可能會比較嘈少少，因為隔離咧有人喺度裝修緊，隔離嘅單位已經係賣咗出去噶啦。咁啊，俾大家稍微睇翻我哋門頭嘅位啦，門頭嘅位置。佢呢度係需要行樓梯上嚟嘅嚇，我哋嘅上疊產品。咁啊，門口咧就呢個位轉翻過嚟，就到咗我哋嘅單位入邊去。OK， 咁我哋呢度嘅話咧，首先為大家開箱翻嗱，第精裝修佢到期時嘅一個質素啦，大概就係咁樣嘅嚇。佢一啲軟裝就係唔包嘅，軟裝就係乜嘢咧？拎得喐嘅地方類似翻呢個花裝、呢支酒、我哋嘅家私、我哋嘅家電就係唔包。但係硬件上邊嘅話，我哋嘅爐頭，包括我哋嘅一個收納櫃啦，以及翻我哋煤氣灶、洗手盆呢啲係有包俾你嘅嚇。OK， 咁啊呢個就係198平方米咧，佢係做咗一個開放式嘅一個設計俾到大家去參考噶嘛。當然啦，佢到期時交付嘅時候都係有趟門嘅，就睇大家有冇呢個需要去做翻呢個開放式嘅房間。咁啊入門口第一間房，嗱呢一間房咧，佢係做咗一個榻榻米嘅設計啦，去將翻我哋嘅一個收納櫃、衣櫃去設置翻喺上邊嘅位置。OK， 咁我哋再行翻入嚟，嗱130萬可以買到點樣嘅一個產品咧？依家就話你知啦。可以買到咁靚仔嘅一個上疊嘅單位，2000尺嘅一個面積，而且嘅話咧係計翻我哋套內嘅。咁啊，額外呢度仲有翻我哋嘅2樓，2樓上去咧仲會有翻我哋嘅天台，天台咧係送你60個平方米，相當於送多你600尺嘅一個面積。咁啊，整體上清水樓我先講下，清水樓係130萬嘅總價。獨家星圖回贈5萬蚊嘅現金俾到你，咁啊精裝嘅話咧就要去到168萬噶啦，同樣亦都係有5萬嘅
陪襯俾到你嘅。OK， 咁我哋行翻嚟呢度就係做到有翻我哋6米超高嘅一個餐廳。咁啊上邊係裝咗一束吊燈啦。咁啊整體上邊你睇嘅話咧，亦都係比較符合翻意大利嘅一個裝修風格意式嘅一個裝修風格。咁啊行翻呢一度就係偏簡約風嘅。咁啊整體上佢嘅一個開間咧，亦都係有5.8米咁上下嘅一個開間。咁啊出邊咧係帶住翻我哋嘅露台。咁啊露台呢一個朝向咧，就係朝翻我哋嘅南向。嗱，俾大家睇下，係正正朝翻我哋嘅一個南向嚟嘅。嗱，正能嚟嘅，就係正能向。所以佢嘅風位係特別之靈。咁啊，只不過咧呢一度咧望翻落去會比較開揚，因為係屬於翻我哋偏東燈邊位嘅一個位置，所以落去咧會更加之開揚些少。咁我哋再行翻嚟呢一處空間。嗱，大家可以睇到呢度咧係做到翻我哋一個儲物室嘅一個位置。咁啊，當然有啲咩雜物可以放喺入邊啦。咁啊，呢度咧就做到翻我哋嘅一個衛生間。咁啊，整體上個衛生間咧，亦都係中規中矩嘅一個空間嚟嘅。咁我哋依家咧就可以上去到我哋上邊，為大家開箱翻我哋嘅一個休息區。因為上疊水呢一個產品咧，佢係冇地牢嘅。地牢嘅話咧，就唯有係我哋嘅下疊先有。但係咧，我哋嘅上疊係有翻我哋嘅天台，而天台嘅話咧，下疊係冇嘅，所以各有千秋。但係上疊嘅價錢係平多一球嘅價錢，我覺得呢度係更加有性價比。咁啊，下邊呢度咧係裝翻我哋嘅一個收納櫃啦，可以平時擺放翻我哋嘅呢啲行李箱嘅一個空間嚟嘅。OK， 咁啊行翻2樓嘅空間啦，呢一度嗱，首先帶大家睇翻係做咗翻我哋套間嘅設計，入門口啦就係設置咗我哋嘅一個洗手間嘅位置，而行翻入嚟嗱5尺從三邊落嚟我哋嘅大衣櫃，甚至乎我覺得喺呢一處空間完完全全仲可以設置翻我哋嘅一個書房整個空間，因為係會比較闊嘅，你做翻多一個書房都冇問題。咁啊三邊落嚟兩邊個空間亦都實在太闊㗎啦，咁啊睇大家如何去疊西翻，係啦。咁啊，如果你中意一啲帶精裝類似翻呢一種產品，呢一個裝修嘅風格啱你嘅情況下啦，你可以直接買啲精裝嘅燈位。咁啊，如果你覺得呢一啲燈位唔啱嘅情況下咧，你可以買呢一啲清水樓。清水樓咧就係冇任何嘅裝修，全部都係啲水泥牆，需要自己去裝修去疊西翻嘅。就睇大家如何去設置翻㗎啦。咁啊，帶精裝嘅一個前提之下啦，呢啲家私係冇啊，呢啲床褥係冇啊。OK， 咁我哋行翻出嚟就係嚟到翻佢露台嘅位置啦。露台呢度亦都係朝翻我哋嘅南向嚟嘅嚇。咁啊望翻落去咧就會睇到樓下有個花園，樓下個花園咧就係我哋嘅下疊。咁啊，如果你係有啲親戚朋友想一齊置業翻做翻鄰居嘅，你可以約翻佢買翻隔離嘅燈位。呢度隔離嘅燈位咧已經係賣咗，你可以買下邊嘅下疊，係嘛？咁啊一個住上疊，一個住下疊，咁啊一齊成為翻我哋嘅鄰居OK 嘅。咁我哋就行翻過嚟嘅呢處空間，佢呢度嘅話咧係會做到翻我哋有2房嘅一個設計。咁啊，其實呢個燈位同翻我哋嘅下疊係非常之相似嘅，只不過咧下疊嘅一個設計手法咧會將呢2間房去打通，做成一個超豪華嘅主人房。因為呢一個空間啦，如果你2樓只係攞嚟休息嘅情況下咧，你想做兩間房、3間房都冇問題，你想做1間房都冇問題嘅。OK， 咁啊呢度咧就係嚟到佢洗手間，做咗翻我哋嘅一個比較大嘅洗手台啦。咁啊入邊咧就係有翻我哋嘅浴室同埋馬桶嘅空間。咁啊轉過身嚟到呢度，仲有2間房嘅位置。咁啊呢一間房相對嚟講就逼蝕咗啲啦，因為係利用咗我哋嘅一個床頭位去做到多一張書台，以及翻我哋有一個超60公分嘅一個大衣櫃嘅一個位置喺呢一處嘅。咁啊轉個身咧就係嚟到翻我哋呢一度仲會有一間房啦，而呢一間房咧就係朝翻我哋嘅北向。咁啊整體上其實佢落地嘅一個玻璃窗夠細闊嘅，而且咧亦都係攝咗我哋嘅衣櫃，整體嘅空間亦都係夠使嘅。咁啊上疊嘅一個產品嘅優勢喺邊度咧？就係佢上邊係送咗你呢一個超60平方米，即係600尺嘅一個天台位，係贈送俾翻你嘅。OK， 咁我哋依家咧就上嚟到去天台嘅位置啦，大家可以見得到隔離已經係有人喺度裝修緊嘅，都係睇啱咗呢啲燈位。咁啊呢一度咧，佢到期時
佢呢一個位置呢一啲棚頂咧係冇啊嚇，所以就係同隔離一模一樣嘅。呢一度係屬於一個鏤空嘅形式，只不過咧咁樣嘅一個設計會令你睇起身會更加之好。哦，原來呢啲位置係可以封起身，冇錯。呢個位置係全部可以封窗嘅，只不過就睇大家如何平時嘅一個 design 啫。OK， 咁啊呢度咧佢係做咗一個洗手台、操作台嘅一個空間啦。咁啊整體上嘅面積係比較大嘅嚇。咁啊呢一度仲會有分嗱，我哋可以行過嚟，正常嘅一個交付狀態就係咁樣。佢甚至乎係連呢個地板都係冇嘅，佢都係一個水泥嚟嘅。咁啊只不過咧佢上邊係冇做翻我哋嘅棚頂咁啊，其他全部都係一模一樣嘅嚇。上邊係冇搭任何嘅棚，只不過後期可以裝修翻。咁啊，值得注意就係呢啲邊角位。嗱，呢啲邊角位就後期裝修嘅時候咧，需要切走佢，又或者係做多一埲牆喺呢度擋住佢。咁啊，下邊咧就會可以做翻我哋嘅一個收納櫃，所以咧咁樣就唔會太危險。咁啊，呢一個咧係比較細節嘅。OK， 咁啊，整處嘅空間嗱，大家可以 feel 下，超2000尺嘅單位。600尺嘅一個天台，嗱，實用面積已經係超2500尺，2500尺嘅貨依家賣緊幾多錢？130萬，130萬嘅一個係清水樓嘅價錢。如果你係想帶埋精裝修嘅，就168萬你可以入手得到。咁啊，當然喺價錢上邊咧，我哋可以嚟到現場去睇，你睇啱邊一座，睇啱邊一個單位咧，我哋可以現場再計翻一個最為具體嘅價錢俾到你，因為今一期咧只係針對於目前所剩低呢啲貨其中一套嘅一個單位就係130萬，咁啊整體上其實都差唔多嘅。咁啊有啲單位咧係夾喺中間，仲會再平少少，大概平多係4-5萬蚊到咧。咁啊目前所剩低嘅貨量就冇多，類似翻呢一種產品咧係剩低最後3套嘅一個單位嚇，剩低最後3套，咁啊總價咧都係一樣130萬你就可以上到車。之餘我哋星途鳳產亦都係獨家回贈5萬蚊嘅一個現金俾到大家，作為翻一個節日嘅補貼。咁啊，當然如果你係揀翻清水樓嘅130萬呢一啲咧，我哋後期亦都會提供翻我哋裝修公司、裝修團隊免費為大家嚟讀尺啦，免費為大家嚟設置翻呢一個裝修嘅方案，以及翻可以帶各位總業主、總買家去到我哋嘅裝修公司睇翻我哋嘅用材、用料，以及翻我哋平時嘅一個施工嘅手藝啦，有實地、有工地可以俾大家去睇翻，而且裝修出嚟嘅後果係點樣，都係可以俾大家去參考翻嘅。因為我哋都知道，各位香港、澳門甚至乎係台灣華僑嘅客戶咧，唔係好經常會翻過嚟睇翻我哋呢啲裝修進度，跟進翻我哋呢啲手尾。所以咧，我哋做翻 A 種嘅，我哋亦都會同我哋嘅客戶用心嘅跟進好每一條服務嚇。咁啊，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公司嘅一個初衷嚟嘅，就係做好我哋嘅服務。我哋做服務之餘咧，我哋仲要做價錢有優勢。OK， 咁啊，如果話大家有興趣嘅，可以嚟到實地現場嚟考察翻。現時仲會有7座嘅商務車、專車去到香港接你過嚟呢度實地睇樓，全程係免費嘅。OK， 咁啊，今一期嘅視頻就大致上同大家就介紹到呢一度。如果大家仲未訂閱翻我哋 channel， 係記得要訂閱翻我哋嘅 channel。咁下一期嘅精彩影片，大家先絕對唔會錯過。我係阿乜，我哋下一期再見，拜拜。